討厭你！我是不是得讓他給我一個解釋啊？我跟你說話呢，又假裝沒聽見是吧？這馬和人是一樣的，比如有一個人天天跟你說，哎呀，我每天多難受啊，我心裡多不舒服啊，你能高興嗎？是不是？马是通靈性的，你每天把你的負能量全部傳遞給了閃閃079，它就會變得抑鬱。那我應該怎麼辦呀？你应该怎麼辦啊？你應該每天給他講些開心的事兒，跟他唱唱歌啊，開開玩笑啊什麼的。那個，把那些不開心的事兒呢，都跟我說，啊。您看，这是我们的寄养室，都是阳光保暖房，然后每个狗都有自己的床，很舒服，然後狗狗在這兒會很開心的。那個您看一下，絕對的星級的寵物賓館。對，我聽說你們這兒還有給狗狗做按摩的地方。啊，是我們的特色服務，就在17號房。現在有我們的員工正在給他們做按摩，我帶您去看看。哎，不用了，我自己過去看一眼就行了。啊，你先忙。行，好，謝謝。哎。Yuki，真漂亮！宁可风啊，宁可风！你在家都不给我按摩，你跑这儿给狗按摩来了，真行。雷厂长，关于刚才这个提案当中，对于场地的安排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雷厂长，场地的安排，场地的安排，特別好，可有意思了。特別好，可有意思了，是吧？你真有意思。我們還沒開始看提案呢。